姊妹今日分享嘅經文係記載喺《箴言書》第2章第20節，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，守義人的路。弟兄姊妹喺《箴言書》裏邊講過兩個好重要嘅重點，就係知識同埋智慧。真正擁有知識嘅人係一位敬畏上主嘅人，真正擁有智慧嘅人係一位敬畏上主嘅人。敬畏上主係講到人同呢位上帝嘅關係。當你擁有呢個真知識、擁有呢個智慧嘅時候，佢唔單止提醒你要敬畏呢位創天造地嘅耶和華上帝，更加幫助我哋要行喺善道當中。弟兄姊妹，按我哋琴日嘅經文所講，係咪靈咗3分鐘嘅經文所講，乜嘢叫善道咧？係要我哋守咩啊？仁義嘅道理，要我哋公平、公正、正直。弟兄姊妹喺舊約同埋喺新約有好多人嘅例子，有兩類人，一類人被稱為智慧人，一類人被稱為愚頑人或者愚昧人。嗰啲智慧人有個特色嘅，第一佢哋係敬畏耶和華上帝，佢哋愛上帝，佢哋係被稱為義人，佢哋願意遵守耶和華嘅律法、耶和華嘅律例誡命典章，一心一意行喺上帝嘅善道當中。第二類人係嗰啲自我中心嘅人，係嗰啲遠離上帝嘅人，佢哋經常做一啲惡事，或者佢哋違叛上帝嘅命令、上帝嘅旨意。有啲唔好嘅皇帝，有啲假先知，有啲宗教人士、法利賽人等等，表面係好敬虔，但係其實內心係好邪惡，佢嘅行為同佢所講嘅係完全表裏不一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真係要互相嘅提醒。箴言書裏邊有好多教訓係值得我哋學習，所以我經常鼓勵弟兄姊妹，你真係值得去睇睇箴言書，入邊有好多嘅智慧，有好多嘅知識，值得我哋學習，去幫助我哋真真正正成為一個敬虔、敬畏上帝嘅人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教會最大問題係乜嘢咧？我哋現今世界最大問題係乜嘢咧？就係世俗化。咩叫世俗化咧？世俗化就話世間上有好多嘅世界觀、價值觀、人生觀，佢基本上成為一個主流。但呢個主流未必係代表我哋基督徒要認同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好多時啲主流嘅文化、主流嘅思想、主流嘅價值體系，完全同我哋聖經所講嘅價值觀念係完全矛盾。所以面對咁大嘅衝擊嘅時候，世俗化呢個潮流嘅時候，我哋點能夠成為一個清泉？好重要，我哋真係要互相提醒、互相嘅代禱，叫佢成為一個真正行喺耶和華上帝善道當中嘅人。